4站之內連接 CBD， 卻有不一樣嘅休閒氣息。鴨脷洲，一個洋溢現代漁港風情嘅地區，可能係你一直忽略嘅港島區置業選擇。由宏安地產推出嘅全新項目 Portal， 位處鴨脷洲核心大街之上，休閒便利兩者兼得。自從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之後，呢個傳統街區嘅交通已經大升級。由 Portal 出發，沿住大街行，最快約2分鐘就到利東站出口，非常順暢。以利東站為起點，1站到黃竹坑商貿區，3站到金鐘超級轉車站，轉線後第4站就係中環、灣仔、會展或者尖沙咀，方便程度力迫港島東區同西區。Portal 提供174伙，標準間隔由開放式至2房，再加上3房複式戶，實用面積由192至757平方尺。單位採用高樓底設計，層與層之間高度達3.45米，部分2房單位設有梗廚，預料會廣受市場歡迎。Portal 囊括香港仔避風塘及深灣遊艇會雙海景，再加上大片綠化公園景緻，特別開揚舒心。四面環海嘅鴨脷洲擁有獨特嘅海濱小島氛圍，距離 Portal 約1至2分鐘步程就係海濱長廊，沿途有廣闊嘅休憩空間、運動設施同寵物公園，甚至有法定古蹟，倍添文化韻味。有時間仲可以乘坐特色街渡到對岸香港仔感受漁港風情添。以海鮮聞名嘅街市同熟食中心，加上鴨脷洲大街各式民生商鋪同餐廳，呈現貼地嘅香港情懷。想尋找新意，可以搭1個地鐵站到黃竹坑站上蓋商場 The South Side， 美讚消閒一應俱全。未來區內嘅投資潛力有望再升級。南港島線西段基建項目已進入規劃設計階段。由港鐵黃竹坑站出發，途經數碼港、瑪麗醫院等地，通往香港大學站。落實嘅話，與黃竹坑站僅1站之隔嘅利東站，有望吸納沿線嘅上班族落戶，並發租務潛力。Portal 矗立喺鴨脷洲呢個獨特嘅社區，一線接通2大商業核心地段，生活卻保持住小島一樣嘅鬆容節奏，為都市人構築理想慢活居所。